台南市爱胜月活动第5号这天正式甲开序幕。市府卫生局举办记者会宣传，呼吁市民提升对着药剂健康的认识甲重视。再次宣导我们民众一定不要误信偏方。那所有的东西都是必须从自己的健康生活形态跟饮食习惯来做调整。那刚才所提到的有一些所谓4不1没有，跟一些警讯。我们一定要赶快去做健康检查。其实现在的健康检查也很普及，包括我们卫生局的行动这个检查车都在各个地方跑。所以你要去检查抽一个血，检查一个其实最简单的哈，还是验个尿都非常的简单。你可以早期发现，早期来针对自己的健康状态去做一些维护的工作。肾病它是可以预防的，甚至是如果你能早期发现，它是可以治疗的。那这个跟我们的生活习性其实几乎都息息相关。刚刚我们不管讲的这些我们在讲的这些口诀啊哈，我们要这个要多对不对？多纤维多什么哈？那我们也要有些要少的，还有不熬夜哈等等。但是最后还是告诉我们，这一些口诀都连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形态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要从小就应该要家庭的一个培养。在记者会上，也有邀请台湾药剂医学会理事长宋俊明进行专题报告，重点提醒三高以及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，千万唔通轻忽因对着药剂健康的影响，但只要早发现、早治疗，就会当对着疾病有良好的改善。我们控制三高跟减重，事实上是一个预防肾脏病很重要的问题。那定期的筛检是很重要，早期的筛出这些病人，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做治疗。那现在已经有很好的药物来做治疗。卫生局第3月将会举办在场社区甲学校爱心讲座，以及24场行动病院全民健康检查活动。3月10号在平实公园也举办健走活动，邀请大家做伙享受健康运动的趣味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